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凤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球妹。今日当饭时咧到大车咧，慢慢吸出健康，吸出营养来。哎呀，球妹养紧。先生，我知道我嘅屁股动用你厝暗就来去。我初步按摩就衰无，唔过我变来变去就衰唔脱啦。你还无做强安抚收收呢？有对吗？一可能是第一，像你无做强安抚收收吼，唔系化妆唔好，概念过敏。过敏要不做强护？嘿喏，当中因讲吼，哎呦，我们伫厝暗时来，其实吼当中过敏现象吼，是不按摩做强护肤。唔过我妈妈同我讲啊，像我较接有遐种过敏的枕头啊，我妈妈讲做的是益生菌，比如讲乳酸菌啊，像优酪乳啊，还有优格啊，遐条东西有帮助嘛？当然有帮助吼。除了这以外吼，你好是凤梨吗？好呢，凤梨我底有当到的膳食纤维，做得帮助你体内环保，错冇？你哋较讲嘅提好是一项东西，凤梨健酱。其实凤梨当好鸟，凤梨健酱很好，因为凤梨里边都含个凤梨酵素。凤梨酵素吼，不然身体还唔会发炎吼，有的过敏情形是因为发炎的关系，所以是的凤梨酵素还唔会过敏，当然有帮助哦。哇，其实阿球妹我当好食凤梨，不过我从来都唔知原来凤梨对人屁股过敏咩有帮助哦。嘿，好，过下讲好咧，吼，你量下你也到台下做料理。好，阿凤，阿球妹教你做料理。搞出教你做料理，哎哦，跟凤妈咪笑的嘞。嘿，那因为你煮以前吼，凤妈吼会本给下烧掉吼，就会接落来吼。然后做得油吼，橄榄油就不用下去。因为做得嘞，因为牛奶不是太多，因为起价不出油。嘿，记得咯，爱煎油当到油的诶，好，不是太多油。错，好，冇用油未做得啦，好，就得下唔会计吼，你凤妈来是唔是吼，好咧，好就不用落去咧啦。阿 Q 妹吼要學到你冇？好，慢慢學到啊，已經好。用張解下吼，即教向新朋友講，吼，慢慢跳脫吼，因為講你喺鮭魚吼當好食，因為鮭魚啲被當到 Omega 3系列脂肪酸，對你過敏的人當有幫助，嚇唔會過敏吼，皮膚會好降。如果了到鮭魚吼，跳頭嘅吼，特別注意到吼。注意嘛。有的係講就熱上來吼，有的人燒來吼，然後其實熱上來吼，還冇人燒吼，這個燒來吼還燒吼，因為講熱上啲袂品質還好，我可以睇下，等於吼。個千塔豆吼，你是賣自己熱上來吼。係啊，熱上啲鮭魚凍貴呢。普通你做的是普通，其實。雖然有差，莫講脹凍凍吼。除了講你鮭魚以外吼，還有其他有幫助。那看面啦。哦，你看，哇，要食凍漿呢。你看那個插嗎？金黃的呢。插好像記得開火，再會剪那插來吼，上分射火吼。你冇調開火，像阿天妹啊，長落做下，好唔好？哈，點啊？用面先剪菜。來，你看下很多材料，你也教你買東西。來，你看好，你的鳳梨，嘿，揉麵麵，要拉麵嘛，嘿，就拉麵嘿哈，按到該買蒜泥，嘿，冇通係蒜泥，我強下白，嘿，然後叫強下，我先倒落來，可以叫半幾鐘來，好啦，叫完，能讓買東西，一啲啲嚟呀，錯，要係硬定下愛換呀，嘿，換啲愛啲啲湯，一啲啲嚟湯。一啲啲的時候，哈，你也先起可能又很淡哦，又拿白蒜是不是？又拿白甜嘛不是？老頭冇用甜邊嘅講起睇去。好，安尼，哇，就這樣嗎？凍漿呢？係喏，安你冇打上體，撈幾種體去。好，來，全部來，安尼冇打上體，一蒜泥哈，對安尼身體當好哈。就係有個益生菌哈，益生菌按創造會好哈。好，跟我來倒呀。你這樣講副教，你要最近睇下對副教當緊張。你看按嘢副教要麼一隻隻，切對冇讓你到該以為冇話碳酸
碳酸镁，碳酸镁。好，所以像今天你就卖安尼哈，安尼干哈，安尼干副酱。哇，有香吗？好，哦，有香哈，像你五粒，你就煎到两年嘞，你看，好吗？诶，我用来看伊酥嘛。俺讲，最简单方式，你看按切下去，你看做辣辣吗？哦，还是熟的。当好切下去。嘿，哈，你看按切下去，去骨头来都中间安尼，你上你唔係講你偷食啊？哦。你切過來，你講你偷食啊？按看唔出什麼哩？好，哎，好嘞。哇，這樣哈，你有點來。好嘞，我教好嘞，你教向先篇就講，你慢慢做，講變開，講變出來，來，考試下。先生基本一講啊，我佢冇學到嘅就係第一咧係有個伊底度有益生菌，益生菌都在保護人的腸。韓國鮭魚也叫魚油底度有 omega 3咩做者對人的屁股功能有幫助。韓國係有個也降底度嘅鳳梨嘅鳳梨酵素咩對人的屁股功能都有好哦。慢慢做。用班做就係我讓變到一煲嘅底度先兩片，我太火，我炒到佢煎到炒，金黃色安尼，韓國再個轉到細火，天的煎到熟，熟嘅過後呀，鳳梨同優格醬，韓國一啲啲嘅鹽糖胡椒嘅，然後佢濃啊，安尼就好了。100分。大家料理你好多嗎？良善講你吃到健康，食到營養哦。